Hello，大家好啊！金創意室內設計，今日張生 Simon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彩石邨上水呢邊啊，做一個2、3人單位間咗2間房嘅，相當之特別，同埋呢亦都係迅速咁起到貨俾大家睇啦嚇。咁呢先大家參觀下先，入到嚟門口呢邊。做一個7字櫃7字櫃有埋洗手間嘅門頂吊櫃啦成套過嘅。門口呢個位置擺鞋嘅地方一層層嘅層板啦，可以調校嘅高度可以自己調校嘅，有齊啲窿噶啦。睇開嘅觀眾都知道噶啦。櫃桶啦台面擺一啲細件嘅嘢都冇問題，上面亦都係儲物空間非常之充足。呢個7字櫃呢，收納空間非常強大，再加埋有埋洗手間個門頂吊櫃啦。呢個位置呢，就係擺你屋企嘅雪櫃啦。啱啱好噶啦。設計師咧會因應翻呢個雪櫃嘅尺寸嘅，去做翻一個適合嘅空間嘅。然之後洗手間呢度呢，做咗個吊櫃。3個格仔俾你擺牙膏牙刷啦上面呢就係擺紙巾啦，打開裏面呢通頂嘅。因為呢做咗假天花，2盞 LED 燈齊晒噶啦，唔使買燈自己呢亦都呢塊鏡係保留咗原有房柱嘅鏡。洗手盆方面呢就換咗噶啦，換咗個鵝蛋盤啦。新做嘅台面嘅，台面呢會大好多，兼且呢下面亦都係可以擺到你其他嘅清潔用品嘅下面。呢個位呢就包翻個去水喉啦成個洗手間就會美觀好多，簡單又舒服去睇翻廚房啦廚房呢就冇拆到嘅，保留翻原有房柱呢一塊盤做啦保留翻原有嘅，加嘢淨係加嘢，做翻個新嘅洗衣機工作台呢個位擺洗衣機，做翻個新嘅台面，非常之實淨可以切雞斬面都冇問題。呢邊呢就係洗菜盤啦。跟住呢個位置呢，就有2個櫃桶啦加埋塊石呢，可以擺嵌入式嘅煮食爐，單頭定雙頭都可以嘅。同時間下面有門仔啦，打開裏面呢係安裝煤氣錶同埋呢儲物空間嚟嘅。跟住睇翻上面啦，正面吊櫃、油煙機、熱水爐全部安好晒。吊櫃喺呢邊另外呢，仲有一個可以做埋嘅呢，就係廚房嗰個吊櫃啦，同埋調味料架嘅。如果收納空間呢，想要多啲嘅，可以做埋呢個，擺下啲豉油鹽醋咁樣啦，都可以嘅都幾好噶。做翻個圓形圓角，出入安全啦。再睇翻啦呢度呢，我哋門口側邊對講機就喺呢個位置。我哋做咗間房間房間呢度呢，疏氣窿，加埋門口呢度做翻個圓弧出入非常之安全又舒服。做翻隻趟門嘅打開趟門就形成一間房噶啦。呢度有張雙人床地台床嚟嘅4尺，櫃桶啦再加收納格件上嚟，亦都係擺到好多嘢噶啦擺行李箱都冇問題。再加埋呢邊亦都係有埋掛衣通嘅呢個係一個吊衣櫃可以掛好多衫噶啦，層板都齊備晒嘅。呢間房呢，簡簡單單，其實呢收納都好強大嘅。同時間呢度預咗呢係共用冷氣嘅，一部冷氣廳同房間都可以共用，相當方便啦。呢間單位呢，就係鋪咗600乘600嘅方磚啦方磚嚟講呢，都係相當之性價比高嘅睇翻我哋組電視櫃呢度呢到頂嘅，
咁啊，到頂咧有玻璃同燈帶啦，玻璃門。咁啊，呢一個都比較特別嘅款式，都係經典嘅款式電視櫃嚟㗎啦。OK， 咁之後睇翻我哋成個廳啦。咁啊，廳呢度咧用咗個玻璃門、玻璃趟門啦，4趟門啦去間咗房嘅，強化雙層玻璃嚟嘅，非常之高檔，同埋有翻咁上下嘅重量啦，同埋實淨嘅。推開玻璃趟門中間就係過渡位啦，呢度就係梳化位置嘅，咁非常之舒服。入到嚟一張3尺床，咁就係做咗油壓嘅，咁啊有櫃桶用啦，打開俾大家睇下，櫃桶喺度啦，係啦，同時間側邊有書台櫃，有呢個位置咧就寫字工作，再加埋呢度咧上面亦都係可以有擺書嘅地方，係啦，到頂嘅。然之後睇翻呢邊就做咗個衣櫃到頂咁衣櫃到頂就打開俾大家睇睇備咗冷氣喉噶啦冷氣咧分體機要出嚟啊嘛，備冷氣喉，亦都做埋掛衣通，齊備晒。同埋下面咧有門仔打開可以擺下啲摺嘅衫啦。呢個位亦都留翻做私口位咧可以俾你擺手機各樣嘢都冇問題嘅咁擺一啲床頭嘅小飾物啦咁樣，再加埋我哋有個大櫃桶，打開亦都係可以擺好多嘢。呢度位置床墊上面亦都係有掛衣通，可以落到下面嘅可以擺長啲嘅衫都得，或者褲都冇問題嘅。咁收到2至3人單位鎖匙嘅，或者即將收鎖匙嘅，公屋居屋都可以揾我哋去報價嘅。咁有興趣嘅可以參考我哋呢個單位。呢個單位呢係2至3人單位，間2間房，咁係彩石村嘅單位，亦都係最新 update 上嚟嘅，相當之舒服冇拆到盤做，做翻一個添加上去嘅櫃桶頭啦、門仔啦、吊櫃啦，係啦，咁應有盡有。洗手間亦都係吊櫃、天花、3個格仔洗面盤櫃齊晒㗎啦。可以揾張生金創意或者張小姐都可以一樣報到價。同大家打造呢個屋企出嚟，相當之舒服嘅。多謝大家。